头去醒拢会感觉是较烧热，无即几工突然间就变做概念，互咱会当去回想咱过去真正伫的圣诞节迄个节期的是伫即种寒冷的冬天的感觉，但是咱的心介温暖，因为咱有快乐的愿望，所以咱今日咱用一系列吼，但伫信息内底有足侪圣诞节歌，包括今日咱礼拜所演的歌，所以咱只有会当甲圣诞节歌拢伫今日敬拜内底拢唱一遍。好，所以咱第一首咱来吟信息82首，就听天使在吟讲。来，咱做来唱，来。就听天使的音歌，为勇敢的新生活，地上和平万寿稳，上帝做人个亲近，世间大国着欢喜，参加天君来欢喜。听天使的声明，祈祷感谢别离乡。听天使的音乐，为勇敢的新生活。只管天顶所在，愿我无边的主宰。后来发大变好的，做主路的行港势，向美康乐新的家，甘愿花心加肉体，听感人当遐起，咱的主伊万的你。听天使的音乐，为勇敢的新生活，和乐平安的君王，一时正义着尊重，更明我命伊所赐，平安一地拢有。望沙眼更真谦卑，出世好人无可惜，出世可惜万百姓，出世好咱顶头是，听天使的音乐，为勇敢的新生活。现在这个节，咱拢去报佳音渐渐，咱有足侪伫咱的社会，把圣诞节当作是主角是圣诞老公公，还是讲迄个麋鹿还是圣诞树，其实伫咱做基督徒，咱的信仰内底，咱对圣诞节，咱有深咱家己的人物，因为这是要互咱定心思考，主降生伊对上帝对人的听，甲对人的计划愿望。因为咱有这愿望，所以咱知咱是心的快乐。咱甲吟同款，信息83首，请听天使欢喜的声。这个日子，天顶甲地下，同欢喜，同乐乐。来，听天使欢喜的声，有主时代变的声。声，实在好
听地塞，我喜的声，有主出世来比的声，这是上帝多时的行，咱着敬畏救主尊名。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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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君王今日出世，请听天山欢喜的声，救主出世代笔的声。团结，民不免惊。我保救主，拯救大名。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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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君王今日出世，请听。天山有主的声，有主出世代笔的声，做来的阿母最好，要救世间无人外靠，欢喜欢喜。欢喜欢喜，天国君王今日出世，请听天山欢喜的声，救主出世代笔的声，必定天君放心。无路，地面前人大家好，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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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君王今日出世，请听天山欢喜的声，有主出世代笔的声，以后上帝以做救主，叫那耶我等等姑姑，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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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君王今日出世，爱敬有天山，我用福音做人前排，上上无人耶稣的声，希望达人对主来行，上喜欢喜欢喜欢喜，天国君王今日出世。咱在主的出世伫遐个各样的，伫旷野外面，伫遐伊降生伫智慧世，人所无看中的人，所以降生是为着要拯救遐个失丧的，遐个无五望的，遐个感觉卑微的，就是主互咱的信息，互咱伫咱现代的志，咱
咱共款学这题材的款式，咱报好消息，互伫遐个咱的社会，兼在有惊吓、有艰难、有痛苦的，伊也无毋茫的人，就借着福音，会当来反转人的生命。这是主伫圣诞节，互咱上好的愿望。咱来念信息92首，请来中心信徒。同在，伊卖当讲上帝献身伫咱中间，上帝对人的应允，以赛亚、以亚都有言，以马内利，确实注意的降临，实现这以马内利，伫过去以色列。受上帝保守，就是为着要拯救咱，所以伊真侪人的优秀，互伊本身真侪人伫咱中间。圣诞节的意义是上帝真侪人，主要说伊真侪人伫咱的世上。当主伊离开的时，伊嘛应允有信心要甲咱同在，所以信心上帝甲咱做伙。上帝是信实的，伊藏在以马内利伫咱的面身躯顶，咱即时嘛是有以马内利，有信心甲咱同在。咱也阁有愿望，上大愿望是上帝伊要甲咱做伙，因为咱知伫咱生命终结了，咱阁有较水的所在，伫遐真正是在上帝甲咱做伙。以马内利是真实的，望上帝的面。人哪有可能去望上帝的面？
就主耶稣伊诞生的时，确实人望着上帝的面，伊诚做咱的兄弟，伊服侍咱，伊谦卑，完全的顺服，佮完全的听甲怜悯。有足侪人，伊莫相信咱的圣经的信仰，亲像伊莫相信世界是7天内底去受创造的。同款，有足侪人，伊咧怀疑，迄在色女敢会当真正生囡仔？对信仰内底，咱有同款的挑战，人同款讲，佮偌济是真的吗？对基督徒来讲，主的死甲主的国活，咱若无确信，也是咱只家当作我知有这样事，可是毋是真正的深信，安尼咱的信仰，咱就无法度甲咱的主结连，而这确实是咱上帝对人上大的计划。主耶稣伊的出世甲伊的死，完全伊放下伊一切所当主张的，完全任人摆布。所以对咱来看，这神上帝伊当互人任人摆布。这是安怎大的谦卑甲顺服，所以咱学习咱主耶稣有完全的谦卑顺服，真实的听甲怜悯，咱要恳求圣神，互咱有教育的忍耐甲包容，人对咱的误解甲伤害。也是讲人对咱的无耐心，有时咱传福音常常会拄着挫折，有时人会拒绝咱，可是咱知，咱若回想主耶稣伊若毋是遐大的包容，兼知咱本身就无伫遮，所以咱伫感谢的是。咱共款，咱对咱遐个还未来认捌主的人，咱会当伫这节内底，甲伊讲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的是，伊会当得到祝福，甚至会当为着安尼，会当讲起聊起来，咱就会当有机会，甲主的信息甲伊讲。伫圣诞节时，咱无过亲像。圣诞老公，无只有是圣诞老公公，无只有是迄个圣诞树，然后回转来真正的愿望、烟花、快乐的愿望。所以，咱来实现伊玛内利。最后，咱来吟一首圣诗102首，主耶稣放下你，宝座免流。用这首歌，咱来静静想，咱的圣诞节伫咱心中上大的祝福甲愿望。主耶稣，放下你宝座。
叫起千风波，加入我心主耶稣，以我心为最宝座。主你来世间托我命真理，当予咱的自由免死。总是人言有赞因款待你，地下我共他的心，将来进我心主耶稣，以我心为最宝座。剩下门我归全地在因时。主国来的应행意思，万有主叫我甲我讲下来，我心必有美满所在，我心就欢喜主耶稣，你说我一天都门户。这咱。所加，咱继续咱今日敬拜，咱用欢喜的心，咱领起主伊纪念伊诞生的日子。请点老调。这个蜡烛代表希望，我奉主耶稣的名点着这个蜡烛。这支蜡烛代表主爱，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支蜡烛。屏幕切换注意一下，阿斌。这个蜡烛代表喜乐，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支蜡烛。这支蜡烛代表平安，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支蜡烛。这支蜡烛代表耶稣，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支蜡烛。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埔，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静养，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去耶和华的厝。三甲来吟圣诗101首，圣诗101首，大家大欢喜，请来念诗，学落来吟诗，顺城的正女子，主的正百姓，天顶之大人君。和平我的主，即时坐伫座位，降临极威仪，大家大欢喜，学落来吟诗，顺城的正女子，主的正百姓，请起立吟全诗。和
请咱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毕业岛林内受苦，顶受过4摆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告教会，圣徒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三角来启应，启应文39篇，启应文39篇。我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会幕有伫人的中间。上帝本身要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无要搁有死实，也无将搁有哀伤、嚎叫、痛疼。坐伫座位的讲：我换心万美。搁甲我讲，已经成咯，我就是阿里法甲俄米伽。是起头个，甲落尾个。得胜个人要承接这个。咱搁来念圣诗91首。圣诗91首。圣囝耶稣对天降临，为咱世间有罪的人，天顶地下开声来吟，俄罗圣主真做咱人，哈利路亚赞美齐声，天父找伊独生圣囝，为咱罪人放杀性命。天父上帝真正是疼，请咱坐咧吟全首。
请咱三决来祈祷。感谢上帝，赏赐你的独生圣囝降临伫阮世间。昨甲今仔日，阮提早庆祝圣诞节。教会对囡仔、中年甲老年，拢用喜乐的心来庆祝圣诞节。主耶稣的降生，互咱带来希望；主耶稣的降生，互咱带来拯救。主耶稣的降生，伊也替咱赎罪。阮要用极感恩的心来感谢耶稣基督。安尼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门。站立，请客服班的学生。
向日葵学园。三个重修上帝话，记载旧约以赛亚书33章42、90、14节90节，个路加新约路加第4章18节到19节，三节来重修上帝话。63章第4节，我救赎我的百姓的年已经到。第9节，伫因一切苦难中，伊也当受苦难，搁以面前的使者拯救因，以用慈爱甲怜悯救赎因，伫古早的日常常抱因怀因。搁看14节
再来，三甲再来看新约路加福音第4章18节。18节到19节，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丧亡人。伊有找我，互受掠的人讲，因会得到透放；甲青眠讲，因会得到国光，来透放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以上，过来。请圣歌队贺乐。
讲道上帝有新的望，请曾牧师。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圣诞快乐。咱同心来祈祷。主，今仔日阮有真侪的朋友，阮所邀请的亲人，甲阮做伙来到礼拜堂。阮要恳求天顶的上帝，你祝福因，互因伫新的一年有愿望甲平安。阮真欢喜，今仔日有向日葵学院的同学，佮有课后辅导班的阮的囡仔，因嘛伫阮中间唱出因的诗歌。愿天父上帝祝福因，互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有上帝你所想说的光明甲智慧。阮非常的欢喜，今仔日嘛有喜乐保育院，阮的姊妹、阮的兄弟，甲阮做伙来做礼拜。主耶稣，你是带来愿望的救主，伫今仔日，阮庆祝你的降生。愿主你将你的好消息来赏赐互阮。互阮伫敬拜时，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祝福。这个祝福赢过圣诞节的圣诞礼物。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对天赏赐阮这个祝福。愿安尼祈祷，我归耶稣的圣名，阿门。伫新的一年，求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有新的愿望。你相信明年较好吗？有真侪人，全世界其实拢对明年毋知要何去何从。但是圣经讲，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是要报告上帝所欢喜的年。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上重要，就是要甲咱讲，明年是好年。弟兄牧师讲，有影有这个圣经吗？今仔日的记载，无论是路加第4章，无论是以赛亚63章，拢是咧讲起上帝欢喜人的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咱伫圣诞节的礼拜中间，咱有3个祈祷，2个为家己祈祷。第一，主明年赏赐我新的愿望；第二，主求你帮助我，将我所拄着今年的困境，将伊换做上帝你的祝福。第三，愿天父上帝帮助我，成做一个甲人分享圣诞节快乐的基督徒。这是今仔日的礼拜3个祈祷。今仔日的圣经对咱来讲就是一个祝福。所听兄弟姊妹，今仔日对了后，你若愿意，你搁重新甲这段圣经搁读一摆。今仔日做礼拜时，我看到阿海伊来到礼拜堂坐咧。伊就无一退起来，伊就开始读这段经文。所听兄弟姊妹，愿这个祝福的经文对你、对年头到年底，对年头到年底，愿天父上帝所赏赐咱新的愿望、新的稳定、新的快乐。因为今仔日的圣经，请注意看，以赛亚63章第40b，今仔日。咧读圣经怪怪，牧师只有经1节半，以赛亚周报顶悬牧师照教无注意，所以后来迄段又搁写起来。其实后来迄段应该爱读，但是牧师为着要互咱的焦点，咱会当较注意今仔日的圣经，所以14节到16节咱就无读。其实咱应该规章的以赛亚书63章拢爱完整来读。我邀请兄弟你读去了，恁才家己读。因为今仔日咱的礼拜要放伫一个祝福，伊的焦点讲：我救赎我的百姓的年已经到。牧师搁读一摆，我救赎我的百姓的年。这个经文会当来缩短，加做3字：我的年
我的年，意思就是上帝祝福的年。愿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恁伸手甲上帝讨讲：上帝，我将明年交伫你的手中，我将2021年交伫你的手中。主求你互新的一年是一个奇妙的一年。但亲像阮今仔日今年所演的圣诞节，圣诞节会发生奇妙的事情。这节的圣经拄甲咱今仔日所读的新约，路加第4章19节。第4章19节讲，上帝找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最主要就是要甲咱报告。所以圣诞节最要紧就是甲咱报告讲，明年是上帝的喜年。伫圣经中间，喜年是一个真要紧的观念，因为犹太人每59年，第50年，拢是上重要的一年。7749搁过去。喜年就是喜年，所以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每一年都是上帝所祝福的一年，每一天都是恩典满满的一天。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上帝讲：我深深相信，一年拢比一年更较好。对我少年到我年老，每一年拢要比旧的一年更较丰富，更较有上帝的祝福。这是牧师邀请咱做伙祈祷，咱伫上帝的面前讲：主啊，伫你备办新的一年，明年要更好。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将这个圣诞、这个生命的祝福带到这个世间。因为主耶稣，咱的人生就无共款。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听见第2个祈祷，今仔日圣经以赛亚书第63章的第9节，伊伫迄个所在讲一句话足奇怪，你会感觉讲，有影圣经嘛安尼讲，恁捌听过苦民所苦这个字无？恁捌听过苦民所苦吗？以赛亚63章第9节，伊就是咧讲起上帝知影咱的苦境。所以上帝知影咱的苦境，这就是圣经所记载。伊讲世间人伫一切的苦难中间，上帝甲因同受苦。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天顶的上帝知咱的轻重。所听兄弟姊妹，有影无影？恁家己读这段的圣经。神苦我们所苦。所听兄弟姊妹，常常祈祷。祈祷就是咱的生命改变的开始。你讲牧师敢有影？牧师邀请你试试看，在咱的人生中间，在咱的人生生活中间，试看卖。主耶稣真无共款，主耶稣要听咱的祈祷，咱的上帝要改变咱。愿今仔日的礼拜，互你产生一种的感动。你讲主，我要试看卖，我要对你祈祷。求天父上帝改变我人生中间的困境、艰难，愿我伫新的一年看见你的救恩。今仔日所读的以赛亚第9章63章的第9节的尾啊，伊讲上帝要差遣伊的天使来拯救伊所疼的囝儿，上帝要用慈爱甲怜悯来帮赞拯救因。这项代志是对古早到今仔日。上帝的听是对古早到今仔日永远无改变。搁落去这段话真奇怪，这是咱读台湾话白话字的圣经读无。伊讲上帝要常常抱因，上帝要归因。迄个翻译其实到连牧师嘛读无啦。白话字的圣经翻译中怀抱迄个抱因的这个怀抱，竟然咱古早的台湾话叫做归因啊！我毋知在座的长辈恁敢知影即个字要安怎写？但即个字吼，圣经原文叫做 NASA。恁知影 NASA 是啥吗？恁若捌看过太空火箭的，恁就知影美国上出名的太空总署就是叫做 NASA 啦。哦 ，NASA， 但是伊原文咱的圣经讲 NASA， 读音迄个重音是读伫后壁 NASA。
但是太空总署是读 NASA， 这个字就是讲上帝常常要抱咱。所听兄弟姊妹，咱的囡仔，咱小命命，咱常常该拥抱对无？咱的囡仔伊感觉被父母的拥抱，就是代表爸爸妈妈对我的接纳。所听兄弟姊妹，今日咱的天父上帝要拥抱咱。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得到伊的帮助。那三这个字有几种的意思，就亲像一个爸爸甲红婴仔，吼，伊个牵起你，佮心嘞。囡仔真爱这种的动作，因为感觉足特别。这个就是上帝高举咱，上帝将咱高举伫伊的面前，用伊的笑容来看咱，伊代表支持。伊代表帮赞，伊代表接纳，最要紧，伊代表伊赦免咱所做一切错误。所听兄弟姊妹，愿上帝对你讲话，不但安尼，愿上帝抱恁伫伊的面前。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甲咱讲三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如果牧师若有权柄，如果牧师若有上帝圣神的同在，会通甲恁祝福，这就是今仔日伫礼拜中间牧师第一个为恁所发出的祈祷。愿上帝赏赐恁新的一年，有恁心中所期待的愿望。伫咱聊天的过程，有人甲牧师讲：“牧师，我最近还阁无足顺。”但是牧师甲你讲：“不要紧，明年会阁较好。”你相信吗？毋是相信牧师的话，是相信我甲你，咱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稳定的上帝。所以头一个牧师要邀请咱祈祷伫上帝面前讲：主啊，新的一年，互我有新的愿望，不是有望了，是盼望啊！重新有盼望啊！愿上帝赏赐咱伫伊的面前，咱发出的每一个祈祷，上帝拢接纳咱。咱的教会逐年的圣诞节，拢有互咱的青年甲青少年参与伫礼拜，就亲像长老甲执事主持甲牧师做主持礼拜。但是每年的圣诞节，咱的囡仔，因拢真爱点蜡条。每一支蜡条代表愿望，代表喜乐，代表平安，代表上帝的慈爱。最中间迄支上界悬的迄支，代表主耶稣。所以咱每点到一支蜡条，是代表咱愿望上帝所赏赐对天顶予咱的祝福。所听兄弟姊妹，你认为耶稣会当带予你什么种的祝福？你爱平安吗？你爱愿望吗？你爱欢喜吗？你爱将来有心中永远有满足的疼，就是你感觉你的身边的人拢足疼你。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互咱伫礼拜的中间来相信，咱所发出的祈祷，就亲像咱手所点的蜡条，伊要带来上帝的应允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愿天父上帝甲咱相合伫地，互咱真正伫圣诞节的中间，咱会当领受上帝所赏赐，愿望、人民、喜乐、平安。愿天父上帝甲咱相合伫地。圣诞节就是一个提醒基督徒咱的节日，一个主耶稣陪伴咱祈祷，伊甲上帝应允带到咱的人生的中间。圣经中间所讲的应允有什么呢？所听兄弟姊妹，如果若你的囡仔问你讲，爸爸是安那教会拢爱点蜡条，你甲伊讲点蜡条就是祈祷。你的囡仔问你讲，爸爸我要祈祷什么？所听兄弟姊妹，祈祷天顶的上帝对天顶将伊的祝福，亲像雨水降临伫咱的生命中。所以这就是天顶的愿望。第二个愿望是什么？伫我的头前
有上帝咧等我。我的上帝毋是干那伫天顶，我的上帝要伫我的人生的中间，伫我的头前听候我。这叫做伫前头摆在前面的盼望。少年人成长的过程顶悬，伊拢仰望将来会搁较好。圣经真正有写讲更美的应许。兄弟姊妹，你相信吗？古早人拢常常甲咱安尼鼓励讲，人生会愈来愈好，亲像倒吃甘蔗，有无？甘蔗头、甘蔗尾，对一头较甜。我嘛毋知影，但是我知影倒吃甘蔗意思就是讲，人生会愈来愈甘甜，对无？愿天父上帝赏赐咱在座兄弟姊妹，咱愈是到年老，咱愈感觉幸福。愿天父上帝赏赐一个没有遗憾。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一个阿公，伊的名叫做西面，毋是西面哦，吼，西面。伊是一个老人，看到耶稣出世，伊非常的欢喜。伊讲：主啊，我知影你所应允的已经成就。今仔日我看到上帝你的救恩。愿所有咱在座的长辈，恁的人生毋是土开光，人生是苦海。愿在座所有的长辈，你愈到年老，你甲你的孙仔。甲你的囡仔讲，人生实在真好，充满幸福。人生实在真好，充满幸福。也即甲你的身边的亲人讲，人生真好。咱拢淡淡毋敢讲，也即你相信人生真好吗？愿天顶的上帝听到咱今仔日当心的祈祷，将满足的喜乐赏赐予咱。愿咱伫今年的圣诞节，咱搁一摆甲耶稣讲：耶稣，谢谢你，今年的圣诞节真好。愿咱伫主的面前，第二个祈祷牧师要甲恁讲：毋免惊，人生要愈来愈好。今仔日的圣经甲顶礼拜的圣经拢有关系。顶礼拜圣经牧师讲到一个人叫做撒迦利亚，恁会记吗？天使甲伊讲，上帝已经听到你的祈祷啊，你毋免惊。牧师今仔日佫讲撒迦利亚迄句话，佫讲一摆。天使今仔日嘛，甲在座兄弟姊妹，甲咱每一个人加油、加油、加油，毋免惊。虽然检测你的身躯有病痛，虽然你的生活有着艰难，毋免惊。因为日子如何，过来咧。阿门。圣经讲你的日子怎样，你的力量也有够额。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也即你若相信上帝的话，你就用上帝的话做你的祈祷。因为圣经是记载上帝对咱的应允，所以上帝讲毋免惊。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64章第3节，伊讲：我是苦民所苦的上帝。我知影恁的轻重，我知影你的轻重。所听的姊妹，上帝在你伫2020年所拄着的困难，你敢愿意从你所拄着的困难，你用祈祷，你甲上帝讲？上帝伫旧年我拄着这个，但是伫新的一年，愿天父上帝你帮助我。我知影你知影我心中的艰苦，也即请你会记得，上帝真正安尼讲，伊讲我的囝儿，你还未祈祷的时，我就知影你的困难。我的查某囝，你还未祈祷的时，我就知影你所拄着困境。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互咱伫伊的面前来得到伊的帮助。咱的困境，咱所拄着困难，咱伫伊的面前，上帝讲：我听你的祈祷。愿咱伫伊的面前
唱出这条诗歌，我真爱这条诗歌。这条诗歌伊安尼讲：不要怕，不要慌，风会停，浪会息。你要全心依靠我，我会在你的身边。也这你相信，咱的上帝要陪伴你吗？原来用诗歌做祈祷，原来用祈祷做咱的诗歌。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讨讲。主啊，今仔日牧师带阮读的这段圣经，我知影，主求你抱我，求你归我。今仔日圣经讲，上帝要用伊的慈爱甲怜悯，上帝要用伊的慈爱甲怜悯来帮助。所听兄弟姊妹，愿咱相信，愿咱领受，愿咱祈祷。愿咱的上帝听咱的祈祷，愿天父上帝扶持帮助咱，抱咱，带咱到伊的身边，互咱常常得到伊的怜悯。就亲像顶礼拜咱所听到撒迦利亚，天使甲伊讲：上帝有听见你的祈祷哦，上帝有听见你的祈祷哦。兄弟姊妹，互牧师甲你提醒。今仔日上帝要听你的祈祷，愿你用敬虔的心甲上帝讲：上帝，我即摆拄着什么种？我拄着什么种困难？上帝，我知你要听我的祈祷。这就是圣诞节欢喜。圣诞节最大的欢喜，就是咱感觉上帝听咱的祈祷，咱看见救恩，一生没有遗憾。咱看见上帝，咱嘛听见上帝。愿咱伫伊的面前，每一个人做圣诞老公公、圣诞小公公。今仔全世界拢感觉圣诞节是一个足有意思的日子，所以无论基督徒非基督徒，因拢欢喜过圣诞节。因烧酒去食大餐，因烧酒去唱歌，因甚至伫街头巷尾。因互相讲圣诞快乐，所以兄弟姊妹，圣经讲，恁要看见一个记号，就是有一个红婴出世伫马槽内，用布包伊，这就是圣诞节的记号。这个记号代表赏赐、应允、甲愿望。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圣诞节时，你想着你的朋友。想着你的亲人，愿你也为着你的亲人准备一份的圣诞礼物。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才20号，还阁有4天。你今仔日若有想着你一个足久无联络的朋友，你嘛当写一张批互伊，敲一通电话，甲伊问候。你嘛当送伊一块 CD， 你嘛会当送伊一份圣诞节礼物，你嘛会当对心中为伊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毋是干那听咱，耶稣听你身边的亲人。愿世间所有的人，今仔日的课务班的每一个小朋友，向日葵学院的同学，上帝祝福你们。你们的生命将来要充满了美丽。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欢喜过圣诞节，阮愿意用阮的话来祝福囡仔，阮愿意每一个伫阮身边的亲人，因拢健康、平安、快乐。最重要就是上帝你长看悬深你的疼，充满伫阮每一个亲人朋友。这是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们。
大家来吟圣诗。圣诗94首。圣诗94首。普天同庆，主临世界，全地迎娶君王，大家为主备办所在，宇宙万米尊重，宇宙万米尊重，宇宙万。请坐奉献。
平安礼请曾牧师。今仔日的礼拜是咱一年一摆上特别的礼拜，毋是干那圣诞节特别尔。今仔日咱有足侪无共款的对逐所在来的倒来兄弟姊妹，嘛有喜乐保院的遮所有的姊妹兄弟，阁有向日葵学院毕业班的同学，毋是毕业班的同学，已经毕业遮的咱的以前的同学都来甲咱做伙做圣诞节上帝祝福恁上帝祝福恁嘛真欢喜有真侪咱的亲人邀请来的朋友，上帝祝福恁伫圣诞节有一个祷告，有一个蒙垂听的祝福下面咱足欢喜就是咱的主日学的囡仔的时间咱甲伊准备一份奖励，对年头到年底咱的同学因伫咱的教会成长教会有准备一份圣诞礼物要互因咱来请陈牧师来主持，来帮助咱做这个礼物的颁发。大家圣诞节快乐！大家拢咧等这个时阵咯，对吧？对，我嘛咧等这个时阵，因为我会当送足侪礼物互恁。好，伫要颁发礼物的大先，请咱注意听一项代志。这项代志逐年拢会发生，你来听好哦，请恁甲恁的礼物收到的时阵，请恁家己爱收好，看要寄老师，还是讲互爸爸妈妈摕去车顶放，拢总会使。阁有甲恁家己的物件照顾好，摕好，足侪人大概拢食饭了，就讲牧师，我的礼物在哪里？你已经送给别人了，没有办法今仔日大家拢足无用的，等下食饭了，阮会赶去喜乐保院做第2场的表演所以若无要去喜乐保院，请恁老赖倒款，老赖倒款。还阁有一项就是，咱尽量互相载过去，因为咱的交通车会放道具。甲在事先爱去帮忙的，遮的青少器为主。其他你若要去恁会当等下食饭时阵，恁会当留啊问一下互相来斗载安尼来报告以上，咱现在要开始来享受咱的快乐的圣诞节。咱要为什么人大声？咱要为喜乐的宝贝开始来赠送礼物，来，我们这个一定要请里面的庄牧师，对不对？好，来，庄牧师，请到前面来。好，袂使伫遮拆礼物因为你的礼物内底足侪，你若落落，互人捡着，就别人的礼物都有你们的名字有牧师，因拢互牧师。迄边仔拢有名。咱的圣诞礼物拢包装甲足水的，连迄个袋子嘛足好的袋子哦。恁摕倒来，莫把袋子随便丢掉，可以再利用。喜乐下面，是，好，3个，他3个，好，等者，要牧师给你们，等者，我给。有。每个人都有。
一婷伫这边，一婷这边，哎，一婷这边的本院的囡仔，一婷是咱保院的国脚吼，哇，大概出去比赛拢有得名哦。等一下，无，迄毋是，迄伫后边。咱的现在囡仔为手抱的，刚会走路的。好，还个有社区呢。必须有，他们将来都会成为，可能就会成为国手。哦，按100足球来，但是奥林匹克比赛。社区。社区今日来几个？少要个，少一份，有。等一下，还有一份。好。社区。好，我们现在要来请我们最可爱的，最可爱的来，客服班全部小朋友出列，客服班全部小朋友都出来，我们这些很棒哦。好，裁量一样来排好，礼物就会送到你们手中。好，等一下哦，慢点送哦。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咱的新成员，吼，拄入来。我甲恁讲，伊这个帅哥拄入来时阵，亲像伊安尼，伊即摆已经遐大汉遐缘投啊吼。这三个足聪明的，足够唱歌来，唱一个好无？互人听看嘛。预备，开始，1、3，1、3。就刚才那一首，预备开始。哇，救气啊！咱圣诞节的歌哦，因听2遍，大概落咱店遐就唱给我听，只听过2次就很会唱的嘞。哇，这个好厉害！好来，那请牧师来赠送，好，叫到名字就举手。好，无来甲坑。我们有一个吼，因为昨运动会，所以今仔日赶袂到，伊的爸爸有打电话来吼，伊来时阵像遐尼细汉，迄个无来囡仔，即摆已经咧读彰化女中啊吼，赶袂到。来，你要右，要喊右，牧师要知影恁倒一个方向。要右，要大声，唔好举手了，要右，嘿，牧师才会看到你。好，这个姐姐，好拿好。哇，很棒。好。诗萍，对不起，诗萍。诗萍。婉晴，晶还是晴？晴嘛。伊已经是毕业啊，搁倒来参加，很棒的孩子。好，咱给伊鼓励哈，给伊加油。好，要越来越棒哦。都有了吗？哎，你有无？哎，你无？还有哎。哦，你家。对不起啦。好，我们给他
来，请回去坐好，莫偷窥哦。嘿，好，再来，我们要请我们今年每一个都很棒的向日葵的同学请出来。哦，我今年家拢足乖，吼。非常的乖，特别是家己坐的时阵上乖。好来，这囡仔又乖又漂亮哈，又很厉害。来，喊哟，嘿，喊哟。毕业生，我今仔日有一寡足优秀的毕业生哈，拢来到现场来。这一个每一个毕业生都很棒哈，不能说谁最。来，博凯，你一定要来哦。还有，这边还有3个来。张姐去甲因带带，还有啥物啦？好啦，伊毋是，伊叫我赶出去的。好，小茂过来，来。哦，那博凯今摆还搁伫个中基隔壁咧卖医疗器材吗？啊，无这样子。哦，博凯今摆已经找到很棒的工作哈，欢迎你回来，很棒的博凯，好。好，啊，你今摆咧创啥？等者咧，你今在创啥？上班。有乖乖上班无？好，来，好，圣诞快乐，好，回去。好，我们还有这3个，哎呦，你唔是咧读迄落？你唔是的？你从嘉义回来哈？你现在几年级了？好，介绍者，你现在读哪一间学校？崇仁医专。崇仁医专，读哪一科？护理科。护理科有没有变温柔一点？没有。后盖你若去病看到你爱想哦。好。拜托不要来医院。其实他很棒，你就细心呢。好，来，现在呢？工作。工作了哦，啊你呢？工作。都在工作了。好，来，牧师送你们礼物。好，很棒哦，哈，好，欢迎你们回来，等一下一起用餐，好，谢谢。还有谁？还有我们这里有2位向日葵的哥哥跟弟弟哈，来，请你们出来。你看咱教会有厉害无？迄临时啦，拢还阁会当找到遐尼好的礼物。嘿，好来，哪一个是哥哥？好，哪一个是弟弟？啊，恁到位，来这他们都。好，很棒，好，谢谢你们来，很棒，加油！好，哇，过来是主堂教会最快乐的时候，转退哦。哦，因为足侪人的吼，来，咱只要为小婴儿开始抱伫手的，
主会因迄落来无？品成敢有来？圣熙、圣云、宜安、品成有来无？啊？不是，好，一张没有来。好，来，我们送给他们礼物。好，圣熙圣云，我要好困哦，嘿嘿，好，哦，爸爸啦，好，哎，伊拢。好，过来，我们要邀请，会走路的，3岁上下，刚刚会走路的，好，包括幼稚园全部上来，哇，那很可爱哦。幼稚园全部上来，哇，好棒，好棒！来，还有谁？好，来。给他上来没关系，给他一起上来。伊嘛是幼稚园啦，那个学生嘿，一起上来没关系，通通都有。哇，好棒棒！好。哇，雨兰也来了，好。还有我们教会的 F4，基本 F5啊，F7，还有吗？这个是主堂教会未来的希望，对不对？好，我们大家给他们鼓掌。好，我们摆出最可爱的动作，我们要这，耶，快点！好，来看我摆出最可爱的动作，牧师就会把礼物发到你们手上。预备，来，耶！要笑笑，快点，耶！要笑，耶！这假派人，哇，太好笑了！加一个狗嘴呢，我今天会让你摸到狗，知道吗？哈，好，来，我们开始来赠送礼物。没有的话没有，这里好。好，那你看那边，牧师在叫，要举手。好，他还不会讲话，对。一周没来。
爱用光的啦。郭小组上来，郭小组，郭小组你不要来哈。我数到3，郭小组若不来，他们要把礼物捐出去。郭小组数到3没上来，要把礼物捐出去。1、2，要3了哦。好，来，都来了，来。本来发到国小以下，但是今年的迄个圣经班表现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们特别要送他们东西，请竹堂教会国高中生到前面来。今年特别的哦，明年没有了哦，快点。啊？哦，你要捐出来哦，肖伟忠的礼物要。好，还有谁？还有谁？国中生，高中生。好，好来。哦，迄个名。快乐！嗨！最后又有一个特别的祝福。咱教会本来都分到迄个小学、国小，今年升到国中、高中。因为昨天演了太好了，我特别搁准备大学的礼物，请我们的大学生出来。好，我们请刘大导演，我们请从南部回来支援的阿欣姐姐，我们从北部军营特别回来的，启恩哥哥出来哈，才这几个吗？好，营房底下。好，我们阿房特别从山上，你妈都说你那里山上啊，
后要请伶牙俐齿，听讲去甲人抱东抱西，搁冠军的迄个，银秀辩论赢回来的银秀，那是议程，没有了，没关系。好，谢谢他们的辛苦，这是圣诞节为教会的付出。好，最后通通有奖。等一下我们在外面有月历，有圣诞糕要赠送给每一个人，请你一号摕一份月历吼。也搁有就是咱等下通通留下来，我们有预备很好吃的羊肉炉，请咱大家留下来享受。最后要邀请咱今日了伫喜乐还有一场表演。你若无表演的，请你老赖帮忙厨房的整理。好，谢谢各位。咱今仔真特别的，就是有90岁以上的阿嬷吼，伊琳的阿嬷。上个礼拜有来，这礼拜搁来吼，上帝祝福伊吼，上帝祝福伊。啊，搁有庄妈妈吼，庄妈妈挥挥手吼，啊，詹老师挥挥手，詹老师挥嘿，好，真欢迎恁来吼，詹天碧老师。敢有第一摆来，我无甲恁介绍到的。上帝祝福咱大家吼，等一下我们快快乐乐一起用餐吼，等一下快快乐乐一起用餐。上帝祝福咱新的一年稳定满满。咱来请报告。我来报。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聚会，基督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家庭礼拜暂停。青少年拜六暗7点半教育馆，查经班暂停。圣港服侍下礼拜四会总红人执事，领事陈忠胜长老，司琴刘玉明兄弟，司宪张世昌网管执事，交台第三组爱山暂停。新安讲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灵修。集体交通，本主日大家同心欢庆救主降生，欢迎亲友甲新朋友参加圣诞俄罗礼拜。愿耶稣基督祝福大家新的一年稳上加稳。第22月31暗时9点有跨年的基督会，欢迎参加，齐心为旧的一年献上感恩，新的一年。祈祷，以防疫情扩散，做好自我保护，配合防疫政策，出席礼拜甲聚会请戴口罩。本主日下晡3点，圣诞音乐剧伫喜乐保育院会后，伫喜乐保育院用餐。第5，彭文灿兄弟的妈妈伫109年12月28下晡7点22分，蒙主文调安乐主怀，将伫26日举行告别式，请代祷。第6生日，请咱为以下生日的兄弟代祷。奉献报告，咱家己看，若有毋对的所在，则向过继人员反映。代祷事项第1，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2，为中华中华50周年事工祈祷。第3，请咱为以下身体欠安的兄弟代祷。第4，为教会青少年学业校课业祈祷。第5，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6，为姊妹教会代祷富林、德克达雅。来为生日祈祷。
咱来请家庭来头前，好不好？咱有着生气的人。齐心来前面祷告。阿门。请上言513首，愿主保护，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恩光遍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请起立。阿门。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你每一人同在，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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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默祷闭会。